下面第五有條答案係幾多咧30有8%。 30有8%。13加4係幾多？係17。17加2幾多19。 19進極位都唔會進到11個位，去到30啊，會唔會又進多咗個位啊？應該係20有8%。多句同學仔 check 下合唔合理咯。例如話咩啊？你13加4加2得19，因為會進到上35趴張同學仔。唔會㗎，知唔知道？嗰啲6年班同學仔學速度嗰課咁樣，同學仔答我阿小明放狗眼步速度係500公里每小時，架飛機起飛300幾，佢快過架飛機。阿小明隻狗一出門口，閃電狗嚟，閃電俠嚟喎。OK， 咁呢啲先冇可能嘅嘢，你唔好寫落去咯。家庭裝汽水啊，阿爸阿媽阿婆家姐阿妹陳師奶個妹陳師奶個契女，全部人都飲一支家庭裝汽水，你得3ml。咩叫3ml 啊？3滴。你話啊，卓興同學，你今日生日喎，獎你飲得半滴啦，有冇咁陰功啊，大佬？窮都唔係窮得咁緊要啦，得3滴汽水 ，OK， 所以你 check 呢啲嘅合理性，明唔明白 ？OK， 知唔知道？